好，然后继续听听我江秀吉老师来做左右转步加速的运动。我做数片也位是许志文老师，右数片也位是沈芳如老师。好，也开始来做。同样推左弓步，左弓步开始。好，做左捧。好，也还做步伐。 除了步伐以外，靠数用等等步伐来变化哈。左弓步，就用左脚对面前，脚尖正前方，右脚对后背，脚尖还斜45度，脚摸打出来啊哈，两个脚都是略曲的。好，然后左捧，然后做捧手哈，左捧就是做数对胸前捧起来，要捧起来呢，记得要手掌弯弯的。 要一个抱圆，在这面前，像一个 Q 在人面前用的，好，要狗突呢还对人胸前手摸的绑啊吃，要手掌背呢稍微一点点的弯曲，要去左捧，左弓步，左脚对面前弓步，左手对裆狗，要就左弓步，右手呢对人右大腿的摸背按掌，也是左弓步，好，左弓步二边的左捧，二边的右捧。 啊，这一太极拳里面懂得左捧右捧哈，37式的左捧右捧，很用耳边，来看一下。好，二边的右捧跟哈，第一动同样身体的重心往前脚一送，往前脚一送，后背脚掌内去了，松掉，一松前脚一松掉。好，第二动右转腰跟哈呢，手跟着转腰，属于了。 两张手上下手合抱，安尼哈，脚呢同样脚掌转入来，好，很快用的边哈，一松沉在左脚，二右转腰，把右脚脚跟扣进来，左手慢慢的翻掌，掌心朝上，右手慢慢翻掌。 左手慢慢翻掌，掌心朝下；右手慢慢的翻掌，掌心朝上。两个边都对我们身体的左边合抱，要脚，右脚，脚尖一样在正前方，要赶快膝的方向哈。第三动，同样坐稳右脚，坐稳左脚。好，把我们的右脚慢慢的、轻轻的上一小步，脚跟先落地，两个手没有动。好。 第四动移重心对左脚，移到右脚去呢。同时可能来数的变化哦。左手不要动，这个手没有动。好，右手慢慢的跟着移动心，从我们的胸前捧起来，好，一样的掌心朝自己，在我们的胸前，这个手臂也是弯的。好，最后一动，第五动呢，转腰。 扣脚，身体回正，这个就是右捧。好，右捧手，这个左手的掌心朝下，左手的这个中指呢对着我们右手的劳宫穴，对右手的劳宫穴，右捧手。好，然后二边的左捧，也还右捧哦，二边的左捧，同样第一动，身体重心往右脚一沉，左脚先松开来。 松态，好，脚掌松态，好，左转腰的时间呢，好，左脚掌扣进来，好，右手呢，人家手用的边呢，手的肘数就慢慢的落下来，从右手变成上下手合抱，安尼，要第二动，好，你看安尼脚，左脚跟脚尖对正前方了，然后刚好一个方向，左捧的方向，好，第三动。 一样的坐稳右脚，坐好了，左脚轻轻的、慢慢的上一小步，脚跟先落地。第四动移重心跟哈呢，两个手交换哦，右手压下来，左手捧上来，好，两张手交换位置。你看，交换跟哈人身体同样45度，往右转张来啊，45度。 好，两张膝盖一样的撑圆，往外撑开。好，第五动，坐稳左脚，以左脚为轴心，来左转腰，把右脚尖带进来，身体回到正前方，要就是左捧，
好，好，我们再做一次右捧哦。身体往前脚一松沉，一沉下去，右脚的脚掌、右脚的脚跟垫起来，起来。然后呢，第二动右转腰，把脚跟带进来，左手翻掌朝下，右手翻掌朝上，用到树边的合抱，好，然后右脚尖正对着右脚的正对着右边正方向，好，坐稳，从后来左脚坐稳来，上右步一小步，上右步一小步，手没有变，好，脚跟先落地，接下来重心往右脚一沉，重心对左脚往那右脚去，左手唔是停动，右手捧从胸前捧上来，好，好，记得那只脚打开了，那只膝盖往外撑，以右脚为轴心，往右转腰，扣左脚尖，右捧手，好，再换一个左捧，往右脚一沉，左脚跟先松掉，左转腰的时候呢，右手翻掌，掌心朝下面，右手翻掌，掌心朝上，两个手上下合抱，好，接下来坐稳右脚，左脚上一小步，好，往前往左脚一松沉，两个手交换，右手下，左手上，好，左手在我们胸前，在胸前捧手，捧起来，掌心朝上，好，右手按掌在右大腿的地方，好，转腰，做好左脚，左转腰，扣右脚，身体回正，好，收。好，从刚刚的动作里面哈，按下底，左右转，其实唔难，一简单，就左边正面，转到右边的正面，好，右边的正面再转到左边的正面，好，转cada时间的按数，停在按那转来变化。虽然呢唔难，不过呢脚一天要训练，脚还有训练后呢，转起来就较吃力，唔按辛苦哈。过转的时间要记得一天的中轴按那太两骨要保持正，好，莫因为转哈，按那游来游去，莫按那上下高呆按那。听言呢一定要注意按那数要停在按那脚来变化。好，我们现在再看下来做哈，好。从左捧手开始，我们连着做几次哈。好，一沉，2右转腰，3上右步，吸移重心，转腰，右转腰扣脚，右捧手。好，左捧，1往下一沉，2左转腰合抱，3上左步，吸移重心，两手交换，5左转腰扣右脚，身体回正。好，改摆，右转腰1沉，松后脚跟，2右转腰，右脚对正面前，用到数合抱，好，上右步3上右步，脚跟先落地，4移重心，右数摩同，左数捧上来，5右转腰扣脚回正，好，要做左捧，1往右脚一松沉，松脚跟，2左转腰，用到数换过来，两个手上下手合抱，3再往下一松沉，上左步，提膝移重心，用到数换过来，右数好了，左数捧上来，捧在胸前，5坐稳
左脚，左转腰，扣右脚，慢慢的身体回到正前方。好，收。好，故说呢，要左右捧手，可以利用太极拳的左右转步，带着俺的思维变化。左右转步个汉呢，一定要注意身体莫因为要转腰，上步高呆莫安尼。第二呢，身体一定要张，移重心个汉呢，两只膝盖打开来，两个膝盖撑圆。这样我们因为打久了以后呢，膝盖会受伤，受力太大，也要注意的地方。好，也来做缓和呼吸，做3次。来，打开，吸气。好，吐气。再一次吸气，吐气。第3次，好，吸，吐。好，大家学个动音阵、动腔，记得慢慢的来学，音学就会音熟，音熟大家就会音好。好，按这些。